戰杯全熱門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㗎嘛，外邊啊，鴻運帝王飛鷹翱翔，中間紅帽咧就加州星球搶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好有心得啊，進佔第4位就手機標霸啦，咁埋欄位置啦，咁啊淺藍衫粉紅帽嗰隻健康愉快放唔到喎，63白帽啊堅有威啊，後邊4匹馬神虎龍駒潮州精神啊，呢隻美麗同享暫時殿後係佳運財嚟㗎，咁啊過咗1000米嘅段柱啦，飛鷹翱翔就放，加州星球啊跟，好有心得第3守住內欄。第4咧就手機標霸，第5位嘅馬健康愉快，第6位鴻運帝王啊，後邊5匹馬神虎龍駒堅有威啦，尾3位置咧就係潮州精神啊，尾內欄呢就係呢隻佳運財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係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放都仲係呢隻飛鷹翱翔啊，跟住第2位咧就加州星球啊，外邊走上去進佔第2咯，就好有心得嚟嘅。再見到攞出嚟外邊啊，咁啊就係手機標霸啦，後多層啊嘛，神虎龍駒鴻運帝王啦，咁啊外邊上嘅馬仲有堅有威，入邊係美麗同享㗎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飛鷹翱翔放順咗啊，只嚟1個身位，手機標霸中檔開始追佢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堅有威啦，出邊係潮州精神，最後100手機標霸末段嘅氣勢相當凌厲，贏出呢場華商會挑戰杯啊！跑第2名嘅馬要影相啊，外邊係堅有威，入邊係飛鷹翱翔啊。至於第4名嘅馬係潮州精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手機標霸咁啊成功，咁啊上到去3級賽一樣贏馬輕鬆啊！華商會挑戰杯嘅得主第2名啦，外邊啊堅有威逐步上嚟，埋邊呢飛鷹翱翔相當接近啊！第4係潮州精神。